女人過咗50歲，真正令人顯老嘅，未必係面上嘅皺紋，而係眼入面冇咗光，講嘢淨係得怨言，遇到少少事就慌張。你有冇發現，身邊總有咁樣一啲女人，佢哋冇着矜貴嘅衫，頭髮都已經花白，眼角嘅紋路一笑就睇得見，但係你同佢做埋一齊，卻覺得好舒服。佢唔會急住證明自己年輕，亦唔會一直抱怨生活。人哋講嘢時，佢能夠耐心聽；遇到事情時，佢唔慌唔亂。日子再普通，佢都能夠揾到少少值得開心嘅事。反過嚟，有啲女人明明保養得唔錯，着衫精緻，身形都貼得好好，但佢每日都喺度經變老，都驚嫌棄皺紋，影相挑剔角度，見到同齡人就比較邊個顯年輕，同家人講嘢亦越來越急。你以為有啲女人越老越耐睇，係因為保養得貴，天生體質好，其實更深嘅一層係佢守住咗4重心氣。第一重係唔被年齡同比較醫住走嘅正氣，第二重係唔將多年委屈變成次嘅和氣，第三重係唔將全部繼續綁喺老公同仔女身上嘅底氣，第四重係年紀再大對生活依然有興趣嘅朝氣。嘅4重心氣唔會讓皺紋消失，亦唔能夠令一個人活到20歲，但佢哋能夠減少內耗，讓人活得從啲穩啲，亦令人相處之後越來越願意靠近。今日我哋就將呢4重心氣講清楚，你亦可以一邊聽一邊問下自己，最近嘅話越來越緊，越來越累，定係依然心入面有光，日子有盼頭。年齡唔係一重失敗，唔少女人年輕時唔太怕老，20幾歲嘅時候覺得50歲仲好遙遠，30幾歲忙住工作湊細路，都冇幾多時間研究皺紋。真正到咗50歲之後，細路慢慢長大，生活節奏稍微慢落嚟，嘅入面嘅變化反而一日日變得明顯。頭髮不早，有一個要問你，要為同以前一樣啦，瞓一晚都唔一定好似年輕時咁樣馬上恢復精神。呢啲變化會令人唔適應，好正常。貪靚亦冇錯，女人可以中意靚衫，可以護膚，可以染自己中意嘅髮色，亦可以喺身體條件允許嘅情況下，通過合理飲食同適當活動照顧自己嘅狀態。真正需要小心嘅係，唔好將全部界就交俾塊鏡。如果每日起身第一件事就係檢查自己又老咗幾多，每次見到同齡人都要比較邊個嘅皮膚更緊，邊個嘅身形更瘦，邊個嘅細路更有出息。每次影相都因為一個角度，唔好而破杯心情。咁外表再精緻，心都好難真正輕鬆。年齡唔係一重失敗，白頭髮唔係失敗，皺紋唔係失敗，身形隨住歲月發生變化亦唔係失敗。一個女人走過幾十年，經歷過工作、婚姻、照顧父母、養育仔女，亦經歷過差別、誤解同生活起伏。呢啲歲月唔可能淨係留低智慧，佢唔喺面上留低任何痕跡。真正嘅接納唔係唔再執正自己，亦唔係對身體不聞不問，佢係知道乜嘢可以好好照顧，乜嘢需要尊重自然變化。知道着靚衫係為咗令自己開心，唔係為咗同年輕人較量。知道健康管理係為咗生活得舒服，唔係因為自己嘅身體值得羞恥。年輕時嘅美好多時候來自青春本身，50歲以後嘅內體則更多來自一個人嘅神態、分寸、生活秩序同精神世界。有啲人五官好靚，但講嘢總喺度貶低人哋，時間耐咗再精緻嘅面孔都令人唔敢靠近。有啲人面上已有歲月痕跡，但佢唔急住打跌人哋，唔用一句話俾人定罪。遇到麻煩亦唔會將全部怨氣倒喺家人身上。咁樣嘅人相處耐咗，反而令人覺得越來越有味道。所以內體從來唔止係俾人哋睇，佢更係一種生活狀態。自己照鏡時唔厭惡自己，家人同你講嘢時唔使處處防備，朋友喺你身邊時可以安心做自己。古人講福有詩書嘅字話，呢度嘅詩書唔一定淨係指讀過幾多本書，亦可以理解為一個經過歲月之後嘅人，心入面留低咗幾多見識、分寸同清醒。見過世事卻沒有變得刻薄，受過委屈卻沒有將每句話都磨成刺，照顧人哋亦沒有徹底將自己整唔見。咁樣嘅女人，即使冇華貴嘅裝飾，身上都有一重芳和嘅氣質。傳統文化亦講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。知足唔係唔要進步，
之子亦唔係消極躺平。佢提醒我哋，有啲比較冇盡頭。今日羨慕人哋比自己瘦，聽日又羨慕人哋住得好。今日擔心同學網絡比自己年輕，聽日又擔心親戚嘅仔女比自己嘅細路又出色。如果一個女人總要靠贏過別人先能夠安心，佢就永遠冇真正意義嘅一日。因為世上總有人更年輕、更富有，而總有人過緊另一重網絡更精彩嘅生活。真正嘅從容係睇見人哋嘅好，唔急住否定自己，知道自己有不足，亦唔因此羞辱自己。民間常講相由心生，我哋可以將其當做一種生活文化嘅提醒，卻不能理解成冇一從面上、身形或者手相能夠決定命運。一個人嘅肥瘦、皺紋同身體特徵，卻能證明佢嘅品德、財富、婚姻同健康。身體出現異常，亦不能只用心態或者所謂嘅腹相嚟解釋。如果出現突然嘅體重變化、持續浮腫、明顯疲勞、疼痛、長期失眠或者其他唔舒服，應該及時諮詢專業醫生，唔好自行判斷，更唔好擅自停止或改變原有嘅治療安排。真正值得觀察嘅唔係一個女人臉及有幾多肉，而係佢面對鏡時可唔可以善待自己。唔係佢手掌厚唔厚，而係佢有冇能力安排生活。亦唔係佢腰腹瘦唔瘦，而係遇到家庭風浪時，佢可唔可以先穩住自己嘅心。梁瑪依故事，我認識一位梁阿姨，今年59歲，退休前佢喺商場嘅化妝品專櫃做咗30幾年。佢好識打扮，亦知道點樣保養皮膚。年輕時，別人最常讚佢嘅一句話就係你望落比實際年齡年輕好多。一開始呢個只係一句令人開心嘅稱讚，但聽得多咗之後，梁阿姨慢慢將顯年輕當成咗自己最重要嘅優點。40幾歲時，別人估佢只有30幾歲，佢會開心殺人。到咗50幾歲，如果有人估中咗佢嘅年齡，佢表面笑住，心入面卻會唔舒服。佢會想，係咪自己真係老得好明顯？係咪皮膚素咗？係咪今日嘅衫唔顯年輕？退休以後，梁阿姨突然多咗好多空閒時間。過去每日企喺專櫃上忙住接待顧客，冇時間仔細觀察自己。而家朝早起身，佢會喺鏡前面睇好耐，眼角多咗一條細紋。佢會反覆照面色稍微差少少，佢會懷疑保養品唔夠好。佢開始頻繁稱體重，朝早稱一次，夜晚再稱一次，數字多咗少少。晚飯就唔敢正常食，第二日數字冇降落嚟，脾氣亦跟着變差。老公勸佢正常食飯就好，每一日到黑盯着體重。梁阿姨聽完，卻覺得老公喺度嫌佢肥。阿女講：媽咪，你已經保養得好好啦，唔使總同網上嗰啲相比較。佢又覺得阿女唔明女人癲變老嘅心情。慢慢地，佢不太願意參加同事聚會。朋友約佢影相，佢總是先問有冇美男相影員，要放大檢查自己嘅面。只要覺得角度唔好，佢就讓人哋重拍。有時別人只是隨口講一句，最近網絡有啲累，佢翻屋企之後都會想好耐。有一次舊同事組織聚餐，梁阿姨原本唔想去，後來聽說多年未見嘅趙姐亦會參加，先勉強答應。聚餐嗰日，佢提前好耐化妝，換咗幾套衫，最後還是覺得唔滿意。到咗餐廳，佢一入門就開始觀察邊個肥咗，邊個瘦咗，邊個嘅頭髮染得好，邊個嘅皺紋比自己多。可是聚會進行到一半，佢發現大家最願意圍住傾偈嘅人，並唔係網絡最年輕嗰一位，而係趙姐。趙姐嘅頭髮已經花白，眼角嘅紋路亦好明顯。佢着嘅只係普通衫，咗到好淡。我每個人同佢講嘢，佢都會認真望住對方。別人講起屋企嘅煩惱，佢唔想住下結論。別人分享好消息，佢亦唔算唔急住講自己嘅細路更犀利。有人提起過去嘅誤會，佢笑住講：咁多年啦，能夠重新坐埋一齊食飯就好好。席間時已唔小心將茶水灑喺佢旁邊，佢冇發火，只是挪開張凳，先問對方有冇逃親。佢會結束時，大家都唔捨得走，仲圍住趙姐繼續傾偈。梁阿姨坐喺旁邊，第一次產生咗一個疑問：點解趙姐冇刻意顯年輕，卻讓人越睇越舒服？翻屋企嘅路上，阿女打俾梁阿姨，問佢聚會開唔開心。梁阿姨講：我今日見到一個舊同事，
佢頭髮都白晒，可大家特別中意同佢傾偈。但你沉默咗一陣，講媽咪，我從來唔覺得有皺紋就唔好睇，我只係覺得你每日都喺度同自己過唔去，已經好耐冇真正開心咁笑過啦。呢句話令梁阿姨心入面一震，佢仔細回想自己花咗好多時間保養外表，卻好耐冇好好問過自己今日過得開唔開心。佢驚衰老，驚到唔敢影相。佢想保持美麗，佢因為體重多咗少少就責怪自己。佢希望家人讚佢年輕，家人講乜都要先顧係咪喺度嫌棄佢。真正令佢疲憊嘅，似乎唔止係年齡，而係佢每日都喺度同年齡打仗。梁阿姨沒有從此放棄打扮，佢依然會護膚，會揀自己中意嘅衫，出門時亦會整理頭髮改變嘅係。佢唔再每日稱體重，唔再因為一張相不夠完美就破杯心情，而唔再將每一次身體變化都解釋成自己失去咗價值。佢開始同舊同事每個星期散步一次，參加社區嘅閱讀活動，仲學着用手機剪輯家庭相片。阿女幫佢影相時，佢唔再要求反覆重拍。有時相入面嘅皺紋好明顯，佢亦能笑住講：呢張精神唔錯，keep 住啦。幾個月後，佢嘅皺紋冇神奇消失，年齡亦冇倒退。但老公話佢最近講嘢冇以前咁緊啦。阿女亦覺得阿媽更願意聽人哋表弟，朋友見到佢會講：你整個人重咗落嚟，睇落反而比以前舒服。一個女人最動人嘅時候，唔係別人估唔出佢嘅年齡，而係佢唔再需要靠年齡證明自己嘅價值。點樣養翻四重心氣？咁樣令女人越老越耐睇嘅四重心氣，到底應該點樣養？第一種係靜氣，靜氣唔係唔出聲，而唔係對任何事情都冇反應。佢係一種唔急住比較，唔急住證明，唔被每一句評價牽住走嘅流嚟。人哋話你肥咗少少，唔代表你就必須馬上否定自己。人哋話你望落老咗，亦唔代表你哋人生正在失去價值。同學買咗新樓，朋友嘅細路時，亦有成親戚去咗好多地方旅行，呢啲都可以戥佢哋開心，卻不必拿嚟審判自己嘅生活。有啲女人見到同齡人，第一句話總是比較：你點解仲係咁瘦？你望落比我年輕，你個女比我個女有本事，說者也許冇惡意，但比較得得，彼此都好累。真正有靜氣嘅女人唔會因為別人比自己好就立刻覺得自己差。佢知道每個人嘅日子都有別人睇唔見嘅部分，相片可以挑選，生活不能只睇一個角度。有靜氣可以從停止羞辱自己開始。照鏡嘅時候唔再說我點解老成咁，呢個身形唔睇得啦。你可以講今日面色有啲疲憊，我早啲休息。亦可以講呢件衫唔配合我，我呢件舒服嘅。同樣係發現問題，一種講法係照顧自己，另一種講法係攻擊自己。靜氣唔係看淡自己，而係唔再有每一雙眼睛都決定自己嘅價值。第二重係和氣，有啲女人年輕時為家庭付出好多，照顧細路、操持家務、陪伴老人嘅，處理親戚之間嘅來往，好多辛苦冇人睇見，好多委屈亦冇機會講。時間長咗，有位容易變成怨。老伴做錯少少事，就翻出幾十年前嘅舊賬。仔女冇馬上覆電話，就認定佢哋心入面冇阿媽新抱。女婿嘅做法唔合心意，就連佢哋嘅家庭同性格一齊搞定。心理明明係想被關心，講出口嘅佢係全係字。真正嘅和氣唔係要求女人將負全部吞落去，亦唔係讓佢永遠承擔、永遠退讓。和氣係將自己嘅需要講清楚，唔用諷刺同重話令人哋估。累啦，可以講今日冇需要休息，呢段事情你哋一齊分擔。掛住細路啦，可以講呢段時間冇見你，冇掛住你，我哋搵個時間食餐飯。對一件事情滿意可以講，呢件事令我唔舒服，我哋淨係傾呢件事，唔翻以前嘅舊賬。如果有人持續欺騙、羞辱、傷害或者利用你，亦可以平靜咁講呢件事我不能接受，請唔好再咁樣做。如果繼續發生，我會保持佢知。和氣唔係冇邊界溫和，亦唔係任人傷害。一個真正和氣嘅女人，可以體諒別人，亦唔會徹底犧牲自己。你可以問下自己，我而家講呢句話，係想解決問題，定係只想讓對方都難受？如果答案係後者，
就先停10秒。真正嘅和氣唔係將苦吞落去，而係讓苦講出口時唔再生悶氣。第三，所謂底氣。唔少女人一生都喺度用被需要證明自己嘅價值。年輕時照顧老公同細路，後來幫仔女湊下一代，再後來照顧年邁嘅家人，每日都好忙，亦習慣咗別人有事來揾自己。可一旦細路成日唔再日日需要佢老伴，有自己都安排宣布長大，唔再時時黐住佢，佢就會突然覺得自己好似冇用啦。有啲人為咗繼續被需要，將所有事情都搶過嚟做，明明身體疲憊都唔肯講，明明心入面委屈，亦經過絕之後家人唔再揾自己。真正嘅底氣唔係所有事情自己講，亦唔係永遠有人依賴你。底氣係能夠照顧別人，亦知道點樣照顧自己，願意幫忙，亦咁講自己能幫到邊度。暫時冇人揾嘅時候，依然知道點樣安排生活。手裏面可以有一件自己中意做嘅事，唔一定係賺錢嘅工作，可以係種花、煮飯、縫紉、唱歌、閱讀、做運動，或者參加社區活動。心裏可以有清楚嘅邊界，邊啲忙願意幫，邊啲責任唔應該全部承擔，幾時可以陪伴仔女，幾時亦要留俾自己休息。身邊仲可以有幾個平得來往嘅朋友，唔止圍繞老公、細路同孫輩生活，亦能同朋友傾興趣、傾見聞、傾少少屬於自己嘅心事。經濟上喺條件允許嘅情況下，了解家庭基本收支同自己嘅生活安排。遇到唔識嘅事願意學習，遇到困難亦唔將求助當成丟架。你可以問下自己，如果今日冇人揾我仲知唔知點樣好好過完呢一日？女人真正嘅底氣唔係永遠被人需要，而係暫時冇人揾時都唔會將自己整唔見。第四，所謂朝氣。朝氣唔等於故意扮年輕，亦唔要求每個人都去湊熱鬧旅行或者參加好多活動。一個性格安靜嘅人亦可以有朝氣。朝氣係對生活仲保留少少興趣，對聽日仲有少少期待。可以係學會一個新嘅手機功能，可以係讀完一本以前冇讀過嘅書，可以係試着煮一道新菜，亦可以係養一盆花，看着佢慢慢長出新葉。有人40歲就開始講，我呢個年紀學唔識啦。有人70歲依然會問呢個點用，你再教我一次。前者外表可能年輕，心強已經將好多枚山上，後者頭髮已經白咗，眼入面依然有好奇。呢個就係朝氣。朝氣唔係為咗證明自己比同齡人犀利，而係讓生活裏一直有一啲未經歷過嘅小事。人如果每日只有過去，冇新嘅興趣，話題就會越來越集中喺舊怨、舊病同舊事上。生活一旦有少少新內容，心亦會跟着喐動起來。令女人顯年輕嘅唔止係皮膚裏有乜嘢，而係佢嘅日子裏仲有幾多期待。前面提到嘅趙姐今年66歲，退休前喺小學圖書館裏遇。佢嘅生活並不比別人輕鬆，老公身體狀態一般，需要佢陪伴同照顧。阿女喺外地，一年亦翻唔到幾多次，家裏嘅經濟就點普通，佢自己有時亦會覺得疲憊。可趙姐每日都有一個基本嘅生活順序，朝早散步，翻嚟準備早餐，照顧老公之後，留俾自己一段閱讀時間。晏晝如果冇別嘅安排，佢會去社區圖書室幫忙執書。阿女有煩惱時佢先聽，唔急住替阿女做決定。朋友請佢幫忙能夠做到嘅，佢認真做；確實做唔到嘅，佢會直接說明，唔為咗維持好人形象將自己攰配。有一次，社區準備舉辦讀書分享活動，需要使用投影設備。幾位年齡相近嘅街坊都講：我哋年紀大啦，學唔識呢啲嘢，還是位年輕人啦。趙姐亦唔識，但佢冇用年齡俾自己下結論。佢請年輕義工教咗2次，仲將每一步寫喺小本子上，翻屋企照住練習。活動當日，設備還是出咗點問題，大家都好心急，擔心活動無法進行。趙姐冇怪責義工，亦冇話自己早知學唔識。佢笑住將張兜圍成一圈，講部機慢少少，我哋先唔用佢。書還是可以照樣講。嗰日嘅分享冇靚靚嘅畫面，亦冇複雜嘅設備，大家卻坐埋一齊傾咗好耐。後來設備調好啦，亦冇人急住打開。別人中意趙姐，
唔係因為佢永遠正確，亦唔係因為佢從來唔會累。佢有皺紋，亦有煩惱，有啲事情做唔到，亦需要別人幫助。真正讓人願意靠近佢嘅，係佢唔慌、唔刺、唔逞強，亦唔因為年齡停止學習。由四件小事開始改變，外體從來唔係一重固定嘅牆身，佢係相處耐咗之後，別人越來越睇見你嘅穩定、分寸同生命力。同樣面對年齡增長，一重人每日忙住證明自己仲年輕，另一重人認真將今日過好。你覺得邊一重更輕鬆？如果你亦想慢慢有翻呢四重心氣，唔使一下子改變所有生活，先從4件小事開始。第一件事，揾到一句對自己嘅希望話，當你想講我老到唔睇得啦，可以完成。我正在經歷自然嘅年齡變化，亦可以繼續照顧自己。當你想講我肥咗就冇價值，可以提醒自己，身體值得照顧，唔值得羞辱。呢個唔係自我安慰，而係將攻擊換成有用嘅行動。覺得疲憊就冇安排休息，身體出現異常就及時諮詢專業人士。衫着得唔舒服就選擇更合適嘅款式，而唔係成日怪責自己。第二件事，每日留半個鐘俾自己，呢半個鐘唔替老公做嘢，唔替仔女安排嘢，唔圍住孫輩轉，可以安靜飲茶散步、讀書聽中意嘅曲藝，而可以學少少新嘢。半個鐘唔長，卻喺度話俾自己聽，除咗家庭角色，我依然係一個有興趣、有感受、有生活嘅人。第三件事，練習一個溫和而清楚嘅邊界，例如今日我有點累，呢件事聽日再做，我可以幫你2日，但不能長期全部承擔。呢句話令我唔舒服，請唔好再咁樣講。剛開始表達邊界，家人可能唔習慣，自己亦可能感到內疚。但一個家庭真正長久嘅互相幫助，唔應該建立喺某個人不斷透支之上。第四件事，每個星期安排一件值得期待嘅小事，唔使昂貴，亦唔使遠行，可以同朋友食一餐早餐，去未行過嘅公園轉一圈，學一道新菜，聽一場講座，整理舊相片，或者給多年冇聯絡嘅朋友打一通電話。朝氣唔係等人哋將快樂送嚟，而係自己願意喺普通日子裏擺入少少新鮮感。7日養心練習，你就可以做一個7日養心練習。第一日唔用年齡同身形羞辱自己。第二日揾出一件着得舒服、令自己精神嘅衫。第三日拒絕一次超出自己能力嘅不合理要求。第4日聯絡一位相着舒服嘅朋友。第5日學會一件好小嘅新事。第6日對家人講出一次清楚嘅需要，唔讓人哋估。第7日寫低3件自己擁有嘅東西，可能能夠行路，能夠寫餐熱飯，身邊仲有可以傾偈嘅人，亦可能係自己仲有一項手藝，仲有一件想完成嘅事。做完7日，唔好急住檢查自己有冇變靚，只觀察一件事，自己係咪少緊咗少少，少遠咗少少，多咗少少從容，亦多咗少少對生活嘅興趣。最好嘅保養唔係將歲月從面上擦掉，而係唔讓歲月將心入面嘅光帶走。所以女人越老越來睇，唔係因為皺紋少，亦唔係因為身形符合某一重標準，定係令佢唔慌。佢知道別人有別人嘅生活，自己有自己嘅節奏，令佢唔傷人。佢能夠表達委屈，亦能守住邊界，卻唔將最重嘅話留俾最親近嘅人。底氣令佢唔依附，佢可以愛老公錫仔女，亦保留自己嘅能力興趣，懂生活安排。調氣令佢唔枯萎，無論到咗咩年紀，都仲有少少想學嘅嘢，仲有一個值得期待嘅聽日。亦願每一個家庭睇見女人嘅付出，佢唔好將佢嘅付出視為理所當然。女人可以承載家庭，卻唔應該獨自承擔所有責任。可以照顧別人，亦應該得到照顧。可以溫和，亦有權講不。聽到呢度，你最想養返邊一重心氣？係正氣、和氣、底氣，定係朝氣？不妨從今日開始，少講一句否定自己嘅話，留半個鐘俾自己，再安排一件下個星期值得期待嘅小事。
如果你願意留俾自己一個溫暖嘅提醒，歡迎喺評論區寫低4個字：心有光亮。亦歡迎講下而家嘅你最想放低邊一重焦慮，又最想重新執起邊一重生活。如果呢期內容令你諗起一位總為家庭忙碌，佢好少照顧自己嘅女性，亦可以將影片轉寄俾佢，唔係教佢應該點樣做一個完美嘅女人，而係提醒佢照顧家人好重要，照顧自己同樣重要。歡迎點讚同訂閱。以後我哋繼續一齊傾下中年以後嘅生活、家庭關係、修心同傳統智慧，亦將嗰啲網絡遙遠嘅道理慢慢放翻入一日三餐同真實日子嚟。願你照鏡時唔再急住挑自己嘅毛病，願你面對家人時有溫柔，亦有邊界。願你唔因為暫時冇人需要就懷疑自己嘅價值。願你頭髮可以白，眼入面依然有光，腳步可以慢，心入面依然有方向。真正嘅貴氣唔係永遠年輕，而係經過歲月之後依然清醒，有我獨立，亦依然願意熱愛生活。心有光亮，歲月自有溫柔。